来是警察伫个车顶骹抢回一条命。台北一个太太骑机车过路口，后尾正弯的连结车甲弄倒，连人带车加落车骹，就伫个车顶要甲交过一瞬间，有一个警察冲到车边，大声甲司机喊讲，叫伊赶紧来停车。加在下晡，这个车有停落来，救回太太的一条命。这个连结车要正弯，下着这个乌托邦的这个负责人被压倒了，连人带车加入车骹。伫路口指挥交通的员警看到尔，伊呢随冲到连结车的车边啊，挡这台车袂使阁继续驶，赶紧将人家救出来。这个负责人伫车骹卡伫大车链的边啊，这个乌托邦拖架拢出现。你甲捌去？你想捌去？我等捌去先互伊人，先迄落无。员警将这个负责人救出来了后，带去顶仔骹休困。调查连结车驾驶嘛落车来关心，员警一个问，发现讲这个驾驶无驾照。虽无酒驾情事，但其驾照因先前酒驾遭吊销，故其驾驶连结车之行为，警方仍依法告发开罚。调查驾驶无驾照驶车，转回来是因为内链差下倒这个骑乌托邦的人，加在员警发现了早，及时伫车链啊告着人进前，将人甲救出来。Hello， 我是谢嘉璇，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